有冇一種方法能夠減少我啲煩惱，又好容易學，又好有效嘅呢？我終於揾到啦！原來超覺靜坐佢係唔使我哋集中精神，又唔使我哋控制思想，大人細路都學到，係真係好容易學，亦都好有效嘅喎。我搜索過 YouTube，發現好多名人佢哋都學咗超覺靜坐。喺美國同歐洲原來係非常之普遍嘅，喺香港亦都越嚟越多人係認識咗超覺靜坐。我知道佢可以幫我哋消除咗一啲嘅緊張啊、煩惱啊，提升我哋嘅健康啊，提升我哋嘅意識啊，係一種好方便嘅修身嘅方法。所以我決定上超覺靜坐嘅網頁再研究下。我要參加佢哋嘅超覺靜坐免費嘅介紹講座。